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是控制署总统大选登记，今仔日是最后一天，那配合最后一里路，昨昏也是超袂好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下晡是举办整合会谈。前总统马英九，也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有到位，也毋过并无达成共识。23尾暗，郭文哲、郭台铭、马英九、侯友宜、朱立伦5人决定公开伫媒体头前面对面举行整合会谈。郭台铭讲，拄好是感恩节，希望那配合的结局是美好的。邀请我，他说你是老大，你是大哥，因为你出来做汤哭，让我出来做统哭，怎么促成蓝白郭的合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另外一个里程碑。郭台铭讲，已经伫咧253号房传3个人的位，正伫咧安排编制5个人的位，也强调协调爱私密性，会保证全程录音录影。伊讲，因按可能会透明进行协商，因为马英九甲朱立伦也来，郭台铭讲伊有淡薄意外，也讲若是要等到政党协商，伊就退出。我是见证人，原则上不发言。我出席就是代表我支持今天这个在野合作、在野联盟的会议。侯友宜念出郭文哲所传的简讯，讲出三方互相约束协商的过程，也讲到郭台铭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选，只要公开就会使。郭文哲回讲，侯友宜无应该公开两个人简讯的内容，怎么爱想的是安怎做对台湾上好。3个一起见面，也是塑造一个团结台湾的意向。如果 credit 要给郭董，直接在他家也可以，不然就找一个饭店都可以。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选，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的。虽然我是同意的啊，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哦，通常这个是名嘴跟侧翼在做的事，不是总统要做的事。侯友宜讲到，伫咧马办达成的6点共识加民调的证据，强调无所谓的牛6趴，也无杀人牛杀人，伊无法度接受人格侮辱。郭文哲重申，伊是尊重所有的人，若是过程中要提政党的利益，或者是个人的利益，这毋是台湾长远发展希望看到的。校官2个人为着民调入咧湾，现场休5分钟。在遐整合会谈正日下半场，那边议员伫咧民调，过半发言人黄素修的发言，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随都登去。我们真心的不希望蓝白再执着在民调的争议上，就如同郭董也不会去要求朱主席说检视5月份的10几份民调，千万不要侮辱5月份的民调，那3份对不起，参考民调。是每一份都是真实的，对不起，可以经得起所有的考验。朱立伦发言了，随甲马英九、侯友宜离开会场。郭台铭尾下登来会场时阵讲，感恩这天面对无言的结局，心内真歹接受。我不希望是有无言的结局，在感恩节当天，但很不幸的，好像是无言的结局。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就是总统大选登记的最后一天，昨昏跳破面，也那侯友宜、甲郭文哲、甲郭台铭昨昏拢无讲出一个结果。郭文哲已经对外宣布讲，伫今仔日早起11点，伊会去中选会登记。也那国民党嘛表示，伫11点的时，伊嘛会开中常会，了后就会去登记。也那郭台铭是无发布任何新的消息。那被过23下昼的3方会谈，最后无结局。不过24就是总统大选登记上尾天，会后民众党先发新闻稿讲，郭文哲24早起10点，以及中选会登记参选，届时就会公布副手的人选。我是带着诚意来，你知道吗？会希望说再能够整合出一组最强的候选人啊。不过今天不管结局怎么样啊，
我们还是会寻求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哈，我们一定会完成政党轮替。国民党原本按算今仔日要开中常会，也提前到早起11点开，应该通过并且公布侯友宜的副手人选。侯友宜竞办伫昨暗记者会讲，郭文铁坚持伊是上强的人，不过侯友宜甲国民党认为是需要上强的团队，不是个人。不管是马总统、朱主席或者是侯市长，都受到了很大的公开的屈辱。大家一定会问，所以蓝白到底破了没？国民党必须说，我们会继续秉持诚心、耐心、同理心，会继续坚持到最后一刻。国民党也讲，登记结束是下昼5点，国民党会等到最后一刻。那民进党的赖清德2、3伫咧高雄徛台时阵强调，赖萧培才是上认真的组合。伊一天走11个行程，哪有多选？顶多是对手超规波也无结果，乃敢甲治理国家的工作交予这群人。已经几个月了，我相信全国民众已经清楚看到，所谓蓝白合，只不过是基于政党利害、分赃权力。同时充满算计的一场游戏。要若要独立参选的郭台铭会后无发新的消息，这是伫会谈结束了讲，这是一场无言的结局。顶多是伊的副手赖佩霞暗时伫 FB 发文讲，再一遍看到过党点检、监督、能力加不同，并且相信明仔载会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因那民进党这边是照家己的脚步，赖萧培已经完成登记。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昨昏是专工去台南陪立委参选人去登记，希望拼国会过半。因那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昨昏是举办国际记者会，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立场，嘛向中国发声，认为对话才是办法，战争不是选项。登甲本命区台南，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2、3早起陪6位立委参选人登记，高斗阵回帮，用定拍出全垒打，爱落实高票当选。赖清德表示，伊甲萧美琴拢是台南出身，希望这摆能突破过去台南得票的记录。对即马南北合的进度，伊阁批评这是分赃权利、充满算计的一场游戏。这样的作为是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即便组合成功，对国家进步也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可以带领台湾在波涛汹涌的局势当中稳健的前进。民进党一个副选造势，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登记了后，第一摆出来甲记者临茶。国际媒体也拢出动，包含美国、日本等差不多60间拢来采访，关注萧美琴参选了的外交政策加两岸局势。萧美琴是衷心的捍卫民主加台海和平，也愿意甲对方展开沟通对话。I think it's also importan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o also agrees with our position in continu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make clear to our counterpar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Dialogue is the only way to resolve differences. War is not an option. 日本媒体是咧问，那北下民调会超过赖萧培？萧美琴表示，民调起起伏伏，重点唔是那北是不是合作，是如何互家己更较好。家己甲赖清德有真侪互补，更较重要是彼此拢有共同的价值理念。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北部、东北部会变天，而且会落局部短暂雨。咱同齐来看温度。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今仔日和明仔载这2天，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基隆、宜兰、花莲云拢会较高，而且水汽嘛会增加。也毋过礼拜日东北季风就会减弱，温度就会回升。今仔日落雨的所在主要是伫基隆北海岸、桃园以北的山区，也佫有宜兰甲花莲，拢是落局部短暂雨。宜兰的雨是较粗，落雨的时间嘛会较长，而且落雨的所在会较宽。也若东南部、恒春半岛是落湿湿啊雨。桃园以南虽讲影响无大，也毋过日时暗时温差真大。日时的天气会感觉真舒适，也毋过早暗会较凉，低温是只有17度至20度，所以乡亲早暗有要出门，爱会记得晒衫。来关心，即马有真侪店面拢是放叶红仔机，因为无规范，引起家长真烦恼。目前已经有7个县市有设置条例，也毋过新竹也无。最近新竹就有人发现讲，叶红仔机内底放的物件，乃是18岁以上限制级的商品，这是互当地家长更较烦恼。
10个录入去，想要夹什么课技术，嘛爱课运气。大街小巷真侪所在拢夹布红仔机台的店面。最近新德市是传出学校附近的夹红仔机台内底藏的物件，是无适合囡仔限制级的商品，互不少家长真烦恼。我很怕。对，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小朋友会喜欢去夹的啦，应该一个乐趣。然后你放那个东西不是很妥，对，那小朋友看到会怎么想？目前全台湾有7个县市，拢有针对自动贩卖机夹红仔机定出自治条例。新德市议员嘛表示，新德市嘛应该赶紧定出相关的办法来规范管制。过去市府只有用劝导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打游击的不孝的业者，那我觉得这边真的是要严厉的谴责市府，然后必须尽速的制定自治条例。目前的确没有相关的法令去限制它，比如说跟学校或是医院这样的距离。那其他部分县市都透过自治条例的方式呢，来订定这样的规范。那后续新竹市大概也会朝这个方向订定相关的自治条例来做归纳跟管理哦。新德市府表示，在自治条例也未定出来进前，会先透过联合稽查的方式，针对这个机台加强巡查。若是查到内底放一寡无适合囡仔的物件，就会用离校法来做相关处罚。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主计总处23日时公布112年5月份人力运用调查结果，红车食头路人平均月薪无到3万块的，全国也是有149万外人。也毋过，这比例甲10年前比，已经对39%降到16%。来关心《自由时报》。行政院会昨昏通过伫台湾读册的中国学生，嘛会当用咱台湾的健保这个案。目前有2127个中国学生伫台湾读册，会当全部拢适用。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强调讲，健康权就是基本人权。中国学生即马会当比较外国学生，这个按算伫明年2月份会开始实施。继续关心联合报，香港教育局伫昨昏公布小学人文课程的要点，分6大部分。小学生爱去学国民教育、国家安全，也有身份认同。若小学6年的学生囡仔，佫爱去认捌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来关心之前交通部有宣布讲，对明年3月份开始，会开放咱台湾的旅客组团去中国观光、去中国游览。也毋过，陆委会的报告内底是写一天是限制2000人，这是引起业界不满。陆委会即马讲，这相关的细节其实拢是交通部咧规划的。也让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昏是讲，只要你乡下少有人客，安尼就唔免管陆委会安怎规定。我不管路会怎么样了哈，2000人为原则可以做一调整，就是这个结论。我是希望不要让他争议，比如说他已经染到团了，然后再什么叫人家解约。承诺袂予旅行社的中国团袂当出团，因为交通部长王国材日前宣布，明年3月初起开放台湾出团去中国观光。不过陆委会阁讲，一天上最2000人。引起业界反弹，有时拿人数超过，也袂当出团。如果以往来讲的话，大概也有5、6千人左右，夫妻2个或者是一家子，然后刚好是第2001或2002，那你要叫他说你不能去吗？这是不可能的嘛。包括了要收定金、签订旅行契约书，还有航空公司也会要求要开票。行程上面，因为政府政策的一些不确定性造成，如果真的是不能成行的时候，业者还会衍生出一些相关的一些纠纷的问题。所以说，希望政府能够赶快跟业者说清楚。业者讲，目前台湾4000间旅行社的9成有开中国团。若是逐天限制人数，若实施有困难，嘛影响旅客意愿，甚至会产生消费纠纷，要求唔当设限。不过陆委会各个问题塞给交通部。相关的数据还有评估的意见，要是由交通部提出来啊，包括这2000人为原则，我相信交通部到时候会依照当时的新的整体的情势的做一个评估。陆委会讲。一步一步顺势来恢复两岸的观光旅游交流，是政府的目标。交通部会伫明年春节进前公布组团规划的细节，嘛相信会和业者充分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哈战争，即马是有达成加沙停火协议，是用高麻人日来达成这个协议。按算伫今仔日拜五，当地时间早起7点，也就是台北时间下晡1点会开始停火。若即摆伫中牵线的是卡达讲一定会照拼照行。以色列嘛已经对外表示，对加沙、对北到南拢袂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加沙4天的停火加人质交换，即马自拜四延到拜五，互国际社会真意外。做中人的卡达离散的这项宣布，互代志更加肯定。The beginning of the pause will be 7 a.m. Friday, the 24th of November, and it will last, of course, as agreed, for 4 days. And the first batch of civilians to be released from Gaza will be around 4 p.m. of the same day. 卡达讲，两边拢已经将这边要放的人质的名单交予对方。第一批互哈马斯掠去的13位妇女加囡仔，迄天下昼就会被放出。不过并无讲有偌济巴勒斯坦犯人会被交换，但是官员的讲法是，哈马斯每放1位人质，会换转来3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答应照协议行。מהצפון לדרום זה דבר שהסכימו עליו. צה"ל ערוך בקו הזה ברצועה. 伫咧停火协议正式生效之前，以色列23又愿继续空袭。即天下昼伫咧加沙中部一个难民营被炸济平地造成死伤。以色列北部的空袭警报是一直响。真主党表示，自黎巴嫩南部发射48粒卡秋莎火箭弹。当停火协议正式启动，而且精准执行，代表这场外交突破会当互230万互以色列连续轰炸几落礼拜的巴勒斯坦人，也有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心中的痛苦小可较降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英国的乐团 Coldplay， 即马正在举办亚洲的巡回演出，进前伫咱台湾已经演出煞，即马会走去印尼演出进前。伫印尼是有穆斯林的团体来示威抗议，那因伫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嘛，因为 Coldplay 因支持 LGBT 的立场，即马引起当地宗教团体反对，嘛要求爱取消演出。也毋过因的首相安华是表示，政府无理由叫因袂使举办演唱会。穿简单的雨衫伫中外排队，就算得落雨。这 Coldplay 乐团买种的热情是一点嘛无受影响。英国天团 Coldplay 亚洲巡演，22时来到吉隆坡，真侪个买 fans 是期待要看因精彩的演出。Lagu-lagunya semua menceritakan tentang kehidupan, love, humanity. Memang best lah lagu Coldplay。Coldplay 乐团的巡演顶一站是来到印尼的雅加达，但是开始像进前煞拄到反 LGBT 穆斯林团体在示威抗议，交通塌掉，佮爆发警民冲突。Kami sebagai Muslim, sebagai warga Indonesia, rakyat Indonesia harus berupaya melakukan penolakan, pembatalan konser musik Coldplay yang sangat kental dengan LGBT。Coldplay 伫吉隆坡开演唱会，虽然受到 fans 真热情的收听，强调无希望音乐含政治牵做伙，但是大马宗教师协会本地是伫19要求讲要取消 Coldplay 伫大马的演出，认为讲这种享乐主义的活动已经违背大马当地的道德规范。不过大马首相安华对这讲，政府是无理由阻止因开演唱会。大马地方政府发展部部长嘛讲，欢迎 Coldplay 这艺人来大马演出，帮助经济发展。公司新闻江文编译。来关心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顶礼拜向雄狮透露了后，自本讲伊要去微软上班，也毋过即马佫出现变化。这是 OpenAI 大股东微软 CEO， 也佫有因的员工甲伊支持。即马 OpenAI 新的董事会拜3的时已经对外宣布，阿特曼会佫转去做 CEO 带领公司。分析师嘛认为讲，伫阿特曼带头带领之下，会当加速人工智慧科技商业化的发展。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最近几年因为催生开讲的机器人 ChatGPT 名声是通人知，但是伊说伫17，互董事会无意见甲开除，互科技界拢错一个。OpenAI 重要股东微软后壁虽宣布讲找阿特曼来继续开发人工智慧产品，几摆 OpenAI 员工嘛连续发函，讲是要做伙石头落去微软遐，再压力互 OpenAI 董事会定改组，而且宣布互阿特曼转来。分析认为讲，这个纷争是因为阿特曼主张应该加速 AI 的发展和扩大盈利的模式，和一寡当初意见无共。The AI genie's out of the bottle.
So the argument in favor of going slowly and steadily has run up against some pretty serious headwinds because that genie's out of the bottle. Someone's going to do it, and you might as well be the one doing it because then you recoup your investment. So there's a pro-investment argument there. 学者指出，讲 OpenAI 的新董事会是找前美国财长桑莫斯和前业务执行长来，会当看出希望加速发展 AI 的翕派是出头啊，嘛，互 OpenAI 和政府和华尔街维持更较好的关系。I think if this technology goes wrong, it can go quite wrong, and we want to be vocal about that. 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阿特曼5月去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会时阵，嘛无被极力强调人工智慧的发展是需要监督机制，因为若防乌白用，有可能对人类造成无法度弥补的伤害。伊伫风波过后，搁转来做 OpenAI 执行长，嘛继续推动新一代 GPT-5 技术的研发。分析讲，伫新董事会和股东的支持之下，阿特曼发挥的空间会搁较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东非的国家索马利亚的内阁今仔日对外表示，因为咧做大水，因国内已经有挖100人死亡，而且阁有将近200万人受影响。发新社嘛报讲，索马利亚因为落大水雨，当地做大水，若因的国家进前则因为可汗欠粮食，即马煞咧做大水，真凄惨。目前已经有70万人离开家园，真侪所在拢淹去。桥嘛，互大水冲转去，因个国家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关心意大利的威尼斯宣布，为着要消透春天热天旅游的人潮，对明年4月底开始，因会伫假日的时实施游客人数管制。想要入去威尼斯观光的游客，爱先去官方网站顶头先注文，嘛爱纳一条钱，爱互扣5欧元，大约是新台币172块的参观费用。继续关心韩国的高等法院昨昏是针对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赔偿这个案，判韩国的慰安妇胜诉。日本政府一个人爱赔予因2亿韩元，大约新台币500万。日本一审是判讲日本是一个国家，是韩国法院管袂着的。也不过慰安妇上诉了后，韩国的慰安妇即马摕到胜诉。镜头转来咱国内，去年伫咱国内有发生台南受刑人杀死2个警察这个案，昨昏台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凶手林姓吴被判死刑，而且褫夺公权终身。去年8月犯下惊动全国的杀警案凶嫌林姓吴，若是夺枪也阁使用残暴手段攻击民权派出所警员，杜明成遭随结，2个警员就安尼殉职。去年9月落网了后，检方求处死刑。经过台南地院审理1年外，台南地院23一审宣判，判林姓吴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本件被告并没有任何受到重大刺激就犯下本案杀警、强盗、枪弹的这个犯行。被告犯罪的动机、目的，就是在避免远警把他逮捕回监执行。本院认为已经无从合理期待被告可以透过矫治教化来降低再犯风险的可能性，而必须剥夺其生命，使之永之，于是隔离的必要。林姓吴原本伫明德外狱监服刑，倒教了后伫台南中西区偷牵一台机车逃亡，警员杜明成遭随结，因为受理报案追缉，互埋伏的林姓吴攻击。2警员分别着17刀、38刀身亡。台南地院认为，林姓吴已经无法度透过高地教化来降低再犯风险的可能性，判死刑。顺治警员的家属讲，这毋是迟来正义，是司法应该还予家属的一个公道。谢谢大家还记得明成跟瑞姐。今天的审判结果与后续的执行过程不会受到外力有所偏移。正确的事情或许困难，但总是需要开始。请让我们相信这个社会是有变好的可能性。我觉得不是理所当然，是一定会这个判决的，因为这个是对基层员警的一个公道。我们2家的被害家属没有跟恶险的妥协的机会。也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接受他的道歉。全国关注的案件，关于23一审判决出来，都是外界5万的死刑，也不过专案依然会当上诉。那家属强调，绝对会继续追踪，要让恶徒接受上严厉制裁。记者综合报道。
亚那伫云林，即马是掠着选举的跋搅盘，警方继续交卡去查，发现毋拿跋大选的结果，甚至拿白甲木笔盒嘛是会当得住。两个嫌犯即马已经拢互收押。拿白甲要合安怎合？伫还未正式确定进前，早就有跋搅集团将拿白盒设为搅盘。云林地检署9月协报集团伫面册刊大文，号召缴客以3000块的代价家己赖群组，检警继续缴客力度，10月中旬成功调出车手面交，现场掠人，搁进一步追查到伊的顶线姓肖的主嫌。继续透过数位监视等科技侦查手法侦知，该车手之上线肖姓主嫌身份，于10月26日弃获肖险到案。为拿白无合作赔率，EB 2.5到过后赔，EB 1控赔率，嫌犯以各种组合的赔率，互客观额度来趁钱。警方先以小可钱假意额度拍入侦所，诱捕成功。目前也在扩大调查中，2个人也方提起公诉。予以申请羁押获准。该2人涉嫌违反总统选举罢免法及洗钱防治法，于本月20日予以提起公诉。警方查获3支工作手机，犯罪所得53785块。云林地检署表示，以总统、副总统选举结果为目标，提供跋搅场所也是自重的跋搅者，相当会当处有期徒刑5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选举搅盘的不法行为，会当卡检举专线，相关会当得到500万的检举奖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义务役做兵明年该回来做一档，国防部已经完成相关的工课，也有训练课程嘛已经调整好势。国防部伫昨昏嘛对外宣布，头一梯入伍的时间是伫明年1月25，若拄着旧历过年，到时这阿兵哥嘛会当休假。庆声炮声隆隆叫，义务役冷静面对炮击毒气，听班长的指示，向目标打进前。这是明年役男入伍了后，完成8礼拜入伍训练后的期末测验，包括3天2面20公里的战术行军、野外宿营，各团队合作的大出头震撼教育。役男唔爱换射击位置，我会伫20秒内完成正海下的正常救护。一年期义务役明年正式开始，公布国军精进训练课程。震撼教育测验适用1年期的义务役甲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强化战场抗压的心理。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训练训员，能够在战场能够有抗压性，遇到枪声不会害怕，一样勇往直前。在各种地形地物是否利用稳当的姿势跟他们运动的方式是否为标准动作来做评断。国防部针对义务役快要1年完成相关准备，总统蔡英文23日成功影观看。国防部讲，明年会调9127个1年期义务役，头一批入伍时间是明年1月25，拄等新政期间，依然会当等于去年休假。春节的休假，它一样会正常休假。那整个训练时数，我们都会按照我们原来规划的训练时数。还有它的进度，还有它标准来做一个实施。国防部讲，役男的分发去步兵排、新建大队、新训路、介护排、维训中心等单位，训练因使用红准火子弹、气减飞弹、无人机等无仪器、实弹射击，参加汉光演习各军种的操演。国军嘛利用刑案专案征收全台30位影射。各位的经验都是我们未来调整训练课程的重要的参考。各位都是我们国土防卫的重要的战力。也是强化国家的国防韧性不可或缺的力量。蔡总统讲，义务役期有调整的必要，目标是要让每一个义务役有执行守备甲民防任务的能力，落实家己的国家家己守护。记者综合报道。也那美国、菲律宾即马是当地离咱台湾100公里远菲律宾北部的海域在进行3天的海空联合巡逻。也那中国海事局嘛，遂宣布22到24，伊要伫南海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22也有派专家协助菲律宾进行演练。学者即马就分析讲，美国、日本、菲律宾是希望利用这款的机会来压制中国伫南海的军事企图。
美菲军机伫离台湾差不多100公里的菲律宾北部海域在巡航。美菲对21开始3天的海空联合巡逻，不过中国的海事局嘛发布22到24伫南海做军演，要反制的意思是真明显。中国外交部阁讲，已经向美菲表明袂当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美国总统小马可斯讲，这证明菲美拍拼在加强军队海空巡逻的互通性。中国海警船车闸则向菲律宾的补给船来发射关压的水条，想要阻挡运补。中菲的南海争议是真歹解。日本海上保安厅22就派专家帮助菲国的海岸防卫队来演练，佮继续提供菲律宾的巡逻船来强化警备能力。学者分析，美日菲中国拢想要制衡北京，想要在南海抢地盘的野心。美国、日本、菲律宾在南海议题上虽然它并不能讲是三方同盟，但这三方是增加彼此的这个合作跟协调，制衡这个北京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一些外交上或者军事上的动作。南韩总统尹锡悦和英国首相苏纳克日签登联假协议，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特别讲到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是绝对袂当欠的。另外，伫安全防卫事务领域，英国、韩国会建立新的外长和防长2+2的对话机制；伫科技、经贸和能源安全的领域，会建立新的半导体合作、扩大太空合作。学者认为讲，英韩的协议虽然无用真明显的词，但关心台海的态度嘛出现伫因应中国霸权扩张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昨昏有通过公私立大学大学寮的补助方案，一般学生一学期会当补贴5000块，也若弱势学生会当摕到7000块。今年政府爱开28亿，咱国内会有275000个大学生摕到这条补助，对明年2月份开始实施。全新的外观设备真新，这是启用无偌久的大学学生宿舍。也毋过因为是新启用，若是4人房一人一学期就爱37000块，2人房一人更加是爱5万块。为了照顾少年学生，行政院会23确定，公私立大学校内宿舍的大小补贴方案。我下学期应该也是会住宿舍，所以如果有补助的话，对我来说是蛮大的帮助。近6万的学费，然后住宿费也是5、6万，补助额度可能虽然少，但是不无小补了。最近行政院一直对学生放出第2刀，6月才宣布减免私立大专院校学生的学杂费，每人逐年35000顶措施。大小方面，税金补贴放宽申请年纪58岁，学生税厝相关补助3600。即马阁宣布大学校内的大小也补助，一般生大学期补助5000，中低收入的弱势生补助7000块，有估大约有27.5万名大学生受益。今年所需要的经费约28亿。如属于低收入户或者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则补贴额度以每名每学期7000元为原则。学生是只要去缴交，扣除掉补助的差额，就可以。教育部表示，补助以正常就学期间为主，无包括寒暑假留伫宿舍。多数大学每学期的住宿费大约伫5000到15000一间。补助了后，会有8成学生负担加过1万。那后来一学期宿舍费用无够补助额度，是由教育部支付实际金额。确实，在学校宿舍的部分的话，就是量比较少，所以当然用到的学生不一定那么多，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有那个需求。只是说，他如果去外面住的话，还是可以申请租补助。如何提升私立大学或者整体高教的一个教育品质，还是当务之急啦。我们不能用选举的思维来办教育啦。对政府一连串的教育补助措施，私校工会也建议应该投入经费，帮助私校提升教育品质。若无学生的住宿费减价还是品质永远无好，都失去意义啊。记者综合报道。也毋过呢，有一寡大学生因是表示讲学寮的床位无够，真恶抽。嘛有学生烦恼讲，政府一个补助落去，惊学校学寮卖起价。有民间团体即马就认为讲，政府爱有一个专门咧处理的单位，嘛应该爱定出宿舍费用的标准。正港的多功能读册空间，楼骹阁有简单的超商，这是台中的朝阳科大今年9月才起好的2期宿舍，会当提供予2300学生来住。完善的液体和饭店式的管理，一学期是收费差不多25000。钱虽然和伫学校外口租厝差不多，但学生嘛是烦恼讲，学校未来嘛是有可能会起价。多少会有，但是学校应该是就是不太可能会随意调涨价格这样。
中央宣布讲，对大专的学生提供每学期到学校内面宿舍的补贴，但是真侪大学的宿舍拢无够互学生住，而且真侪学校的宿舍拢有新起，也是搁订经理，真侪学生拢烦恼讲，有可能宿舍费用会起价，有学校就讲袂因为这摆的补助来调起收费。不会啊，怎么可以调整？因为我们房价本来就定啦、那政府的补助就是补到学生的支出上面嘛。此项嘉惠学生的政策当大力支持，当然今年也不会调涨学生住宿的费用。真侪学校拢讲会以学生的需求来考虑，中部包括中兴大学、东海大学、勤益和朝阳科大，目前拢无调起的计划。但南投埔里的国立暨南大学讲，会在明年启动宿舍的改造计划，更是收费都会调整。50%是由学校的这个校务基金来去支应衡量就是说镇上的一个价格，那最后推出来的价格一定还是比镇上还会有吸引力的。宿舍的租金还是不能再往上调，甚至教育部应该要来跟各个学校协调。有学生认为讲，中央的补助是对公私立的大专学校拢相同，等于是鸡头式的平等。青民协嘛讲，政府除了爱有统筹单位，嘛爱对宿舍的计数来定出标准，才会当互补助较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莲池潭旧左营国中也有6公顷的绿地，要变做公园的用地。这是市长陈其迈2年前有答应过的，不过民间团体即马批评2年过啊，拢无效无实，批评进度上慢。市府公园处是回应讲，其实已经有把资料送去中央审批，但中央一个通过，因就会开始规划。这所在正宽，有人骑脚踏车，有人伫咧运动。这是莲池潭旧左营国中的绿地，是观光发展特定专用区的用地。2年前，市长陈其迈答应讲，这个要到6公顷的地，以后会规划做公园，未起大楼。怎么已经过2冬啊？新林城市协会讲，市府答应讲要做公园，2冬敢未伤久。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有草地啊，然后树木这样子。那尽量减少一些人工的设施啊，我想。伊的都市计划部分虽然高雄市已经通过啊，但是中央呢已经卡关超过半年。协会讲，其实伫今年3月，高雄市政府就通过将地部改做公园用地，甲单已经超过半年啊。中央开会敢若开一遍，结果就无效无实，同讲是有人反对。对此，公园处讲，市府今年已经将资料送到中央，中央还未通过进程，市府敢若会当维护环境安尼。这块用地啊，即马是迄个观光发展专用区啦，目前是经过咱高雄市都委会已经变更为公园用地，那目前是去送中央咧做审查，咱公园处就针对这个基地部分，发力去做一寡绿美化的简易设施。协会讲，高雄过去土地开发的案件，一般1年就有结果。不过，这件公园绿地案件已经过2冬啊，也未好。希望市府会当向中央反映民众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这款洗做圆圆欧洲的品种夏金瓜是真好价，不过真歹种。不过最近有好消息，咱台东绿野有农民种成功啊！这个梦室内，规片菜市园开出黄色的花，花一面结出一种绿色圆形的果子。这毋是水果，是一种菜色，俗称石瓜。也毋过甲市面上规条的石瓜无共，是圆形的，真正学名叫夏南瓜。伫国内真少看，这种圆石瓜比条形的石瓜较脆较甜。目前伫台东鹿野乡有一位青农经过1年的研究，稳定种10公顷。认知它就是跟那种长条形节瓜。其实它是相同品种，只是形状不一。像圆节瓜，它的口感就比较偏甜、脆甜。即马拄好是圆石瓜的采收期，上好的采收重量大约伫200至300公克。因为石瓜惊高温会有病虫害，国内多数拢种伫山区。也毋过鹿野乡青农伫白内用梦室来种，调节适合成长的土壤温度，降低病虫害，佮配合蔬果合作社客族送去超市卖。它的外形很讨喜，所以他希望说我们大面积的下去做开发。圆石瓜目前伫超市计销一粒大约35块，明年目标希望会当达到30公顷的种植面积，互全国消费者拢会当食会到。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即马 AI 快速发展，尤其是会当甲咱开讲的 AI， 不过呢，有人即马就该摕来吸收知识。
即马台有研究团队发现讲，那以 AI 传播错误的消息予使用者，就算有提出警告讲这是毋对的消息，也毋过共款的活变成错误的消息，会留伫使用者的头壳中。所以灾害中心即马认为讲 ，AI 也无法度摕来做吸收知识的工具。啊，那安怎要互民众有纠正的能力甲习惯，这是目前上界困难的问题。AI 当咧快速发展，阁有人会用伊来吸收知识，但是即阵台大心理系副教授黄忠仁团队发现，那 AI 传播错误的知识予使用者，有77%的错误资讯会留伫使用者的脑中，就算有事先警告，也是无法度阻挡。机器人它有可能会因为就是语音辨识可能不是那么的精确，那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记忆。交换资讯的过程里面，对方有可能会提供不实的资讯，它有时候是提供正确的，那有时候是提供错误的。我们今天在开发这些就是聊天机器人的时候，在训练资料里面，可能就是要先人工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方法先清过，或者是他自己比较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应该就直接回答我不知道。记者实际访问民众，大部分民众认为，家己咧使用 AI 的时阵，会保持怀疑的态度。如果知道它是 AI 产出的话，会想要再去做自己可能再去做查核之类的动作。是有一些可能比较简单，就会 OK， 那有一些就不一定。这民众嘛知影吸收知识拢爱纠正，但是事实查核中心发现，假消息定会使用影响情绪的手法，互民众的感性低过理性，失去纠正的理性态度。就它可能让你觉得愤怒。让你觉得激动，其实假讯息有时候你细想起来，它不是那么的合理。可是它为什么会散布的那么快？因为它会有一种情绪的挑动，情绪被挑动起来之后呢，你的理性就会暂时失灵。事实查核中心认为，目前的 AI 也无完整的能力，当做吸收知识的工具。中心认为，在资讯快速传播的时代，面对超工影响情绪的假消息，安怎保持积极的媒体识读能力，是咱这下的上大挑战。记者郭文水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髋关节，就是大腿小节盆脚骨的骨轮，嘛是咱身躯上大的关节。若是要开刀换人工的关节，手术的工序会真大，复原的时间嘛较长。也毋过即马伫家己的中间病院用新的手术技术，互病人伫过长工就当落眠床，而且工序嘛较细。目前已经有50多例成功的案例。配合物理治疗师的指示来复健，换髋关节的病人才手术第3天，就会当落病床行路。家己中间病院关节中间科的医生讲，为改变的线来做换髋关节的手术，工序细，佮缩短手术复原的时间。就是稍微痛痛的，但是走路没什么问题，就还蛮顺利的。这个比基尼式切口的最大好处是伤口比较美观，然后切口比较小。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切开了以后，髋关节附近的肌肉还有肌腱的部分都不做切开。我前后住了5天，然后因为我那一天我早上中午就已经出院，下午3点有班，所以那一天回去之后我就去上班了。嘉义县是老人人口比例真悬的所在，物理治疗师就讲，是大长时间的姿势不良造成髋关节的退化，若是佫因为跌倒伤到髋关节，常常佫会带来佫较侪的病尾。原则上就是久坐，坐的椅子如果坐得很低，或是习惯是蹲的工作，这个也会。那最重要的就是有些人呢，他或许需要负重搬东西，因为他们务农的姿势原则上就是会弯腰，然后受力从腰部受力到臀部都会很受力，这些都会容易造成髋关节的一个退化跟磨损。中间病院关节中间科讲，传统换人工关节的手术，爱为尻川皮或者是大腿边来开刀，对老人来讲，会需要真长的复原时间，造成病人甲家属照顾的负担。新的手术方式，不但让病人会当真紧恢复原来的生活，嘛提升患者治疗的意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政论作家范潮11月初因为心血管疾病过身，伊食到68岁。伊在世时是真关心台湾的民主政治、台海的关系，也有世界局势。伊嘛提倡以台湾做主体的台湾学。昨昏有一场对属伊的茶会，伊的真侪好朋友拢有到位。
政论作家范潮一生出版真侪册，嘛关注台湾的民主政治、台海关系和世界情势，提倡以台湾做主体的台湾学，认为民主自由才是咱伫列强之间的求生之道。范潮11月初6，因为心血管疾病过身，食到68岁。企业家周兴成、出版业董事长郑金和等等100多位好朋友，拢来到范潮的追思会。就像范那时候先说的，台湾就是让中共将来后中国的中国有一丝希望的话，就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上面，有给他可以模仿，可以给他效仿的民主制度啊。所以今天范畴先走了，我很钦佩他一个学哲学的人啊，他写的书、写的文章啊，所谈的话，其实都充满了一个哲学家这种关怀、热情、严谨啊，这个洞见。在追思会的过程，参与的发言拢充满对台湾前途的烦恼和思考。追思会主办单位之一的周刊发言人牛永红，伊讲11月初要搁咧和范潮食饭讨论国内的大选情势，想要到无几日人就走啊。伊嘛希望台湾会当走向范潮理想的现代公民社会，建构一个现代公民社会，追求自主幸福，保卫自己国家。是范畴念之在之的目标。我更期待和在场所有的朋友继续努力，让我们一起及早建设台湾成立一个真正进步的现代公民社会。联关欧协合院院长沈碧阳嘛来参加追思会，伊指出范潮的主张一直拢真强调自我意识，这是面对台海冲突的时上要紧的代志。范潮留予台湾的资产，就是经过伊的文章和册，解剖中国的角色，予台湾人了解。伊嘛认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咱的骄傲。记者卢尚如、曾顺尧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台北故宫推出年度的展览，是呈现16世纪大航海时代东方甲西方的文化和文物。这6张这么大张的图看起来是真壮观。这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在1602年编的《昆乌万国全图》，内面有当代的中西方国家对世界地理的探索资讯。这个千花灰啊悬顶悬的图和传统的印象是真无同，而且这的文物拢是伫16世纪的时阵，当时文化交流上好的见证。欧洲人来到东亚的时候，跟中国广州那边的商人订购传统的青花瓷上面可以找到欧洲的那个英文字母、罗马字母。对，这是一个不同文化交融之下，突然就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了。其实16世纪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来临。16世纪大航海时代，亚洲、欧洲、美洲国家小船船拢经过海路来交汇，不管是伫经济还是文化，拢有真侪交流。故宫北院推出年度大展无界之外，展出16世紀發生的這故事。17世紀中頃までの作品が中心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が、以前の有田焼の作品が読んで、日本からの注文による後世の慶徳地民謡で作成された小染付と言われているお茶の茶事における懐石の食器類3件、合わせて7件の作品というものがこの展覧会に出品することができて。以往我们的展览偶尔也包含院外的借展品，但多半不会超过10件。共计169件中，有78件是来自院外的借展品。这摆特展除了故宫家己的馆藏，佮结合日本、法国、荷兰等等杂志的国内外馆所找来真珍贵的点状文物，嘛展出大航海时代是安怎带动世界经济和文化交融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气候暖化、温度升悬是引起冰川涌起的危机。即马会当透过 AI 科技来斗3工，掌握大底冰山的状况，随做出反应。亲像巴基斯坦因就有伫冰山安感应器，会当防止冰山崩起，也是涌起做大水，会当提早预防。传统的科学家拢是人工操作，用卫星传电的影像冰山的分析数据。来定位监测大型冰山，量化冰山退冰的程度。毋过根据卫星所翕的影像，冰山海冰甲残云，伫湿地甲外观拢看袂清。特殊处理的时特别费气高工。即摆科学家透过 AI 科技的协助，会当踮短短0.01秒，就准确画出大型冰山的面积甲外形。I think the
algorithm could get even more accurate. But I think the study has already proven that it's a very powerful and very useful tool for this. 另外，巴基斯坦有80万人住伫冰川15公里的范围内，冰川退冰，正做大大细细的乌比，若是乌比溢水来做大水，会随时危害民众的安全。为了改善这款的环境，巴基斯坦已经伫北边的冰川附近安装监测器甲监视器。若是冰川有变化，数据就会当送到手机啊，通互民众随时反映。 फ्यूचर प्रेडिक्शन ये है कि ये ग्लेशियर जो है ना मज़ीद पीछे चले जाएगा और ये जो झील जिसे जो है ना दरकुत ग्लेशियर झील कहा जाता है ये हर साल इसकी जो है विड्थ और इसकी जो है डेप्थ में इजाफा होता रहता है। थ्रेट ये है कि डाउन स्ट्रीम कम्युनिटीज़ के लिए ये झील जो है ना बढ़ने की वजह से गर्मियों के मौसम में जो है ये फटने का ख़तरा है और ब्रस्ट होने का ख़तरा है और डाउन स्ट्रीम जो पॉपुलेशन है वो 2010 और 2078 की तरह इफेक्टेड हो सकते हैं। तो लिहाजा हमारे जो रिसर्च अब भी इस वक्त जारी है। 南美洲的佩鲁第2日宣布讲，过去58天来，境内有56.22的冰川已经消融去。佩鲁国家冰川和生态研究所的官员讲，佩鲁目前有1050平方公里的冰川，虽然冰川是用冰的方式当作土避水，会当伫靠岸的时阵提供用水。不过全球暖化变强，气温一直升悬，加速冰川的消融，卖增加土石崩落、危害民众安全的风险。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来关心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最近这几年因为水头地区水力发电的水坝马地乌土沙，造成溪墘是直直咧退后。过去这一冬，伫岸边有2000多户的民体厝，已经唔是放弃就是沉去，严重威胁当地人的生活。专家即马更较烦恼的是，等土沙全拢乌刷，三角洲卖无去。 住伫湄公河三角洲昆珠市郊区的李氏红梅，目睭紧紧看水泥的厝，无奈可笑。今年热天有一天透早，伊雄雄听见一声大声响，困醒一看，这间伊用心血经营的餐厅已經搭伫水泥咧食水。Trời ơi, tôi hết hồn gì đó, khỏi còn gì đó, tôi nói tôi khóc luôn đó, tôi nói giờ không có còn tôi khóc rồi nói chứ hỏi tôi buôn bán mà sống hàng ngày mà hỏi mới bỏ đồ gì 10 mấy 20 triệu dưới quán á, thiệt hại luôn không còn cái gì hết trơn luôn. 附近的民眾嘛有同款的遭遇，伊的花園有一半已經淹水。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的洲美之鄉，民眾專靠掠魚也是水上刺激的生活。不過這幾年越南基礎建設大大的發展，敢若三角洲地區在咧做6條國道，需要5400萬立方公尺的沙土。三角洲的採砂活動大大增加，地勢水速變較緊國急，加速水化失土，真侪厝體因為地基失土來崩倒。 官方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已經有750公里長的水患因為失土來退後，將近2000戶的厝體淹伫水泥。Là cái nơi sinh hoạt, tức là nhà cửa của họ khi sạt lở vậy không còn an ninh nữa thì họ rất là khó khăn trong cái duy trì cuộc sống tại chỗ. Thứ hai á. 世界自然基金會估計，以目前每年3500到5500萬立方公尺的開採速度，到2035年，湄公河三角洲最底的沙土就會烏到大底。若是繼續惡化，到世紀末會有半個三角洲消失。公視新聞詹惠敏編譯。 即陣講到緬甸，大家攏會想到是即幾年軍政府立權真獨裁。也毋過其實緬甸佇幾百年前是東南亞嘅貿易中心，毋但有豐富嘅天然資源，因嘅文化嘛真多元。即陣大英博物館就當地緬甸歷史文物，慢慢互大家去了解緬甸永過嘅繁華。 18世紀末、19世紀初，緬甸全盛時期所建造的黃金佛像，在伫遐看規個會場。大英博物館這場緬甸特展，收集當地自公元450年到即馬超過1500年的文化甲藝術成就。可能大家攏唔知影，佇16、17世紀，緬甸就是一個多元的文化，對幾個科學的小王國，兩邊發展真濟東南亞上大的國家，也不是科學的貿易中心。 迄當陣的緬甸是科學嘅強國，每一個無同嘅王國，攏甲邊仔嘅泰國、中國、斯里蘭卡，甚至是中東甲非洲嘅國家有來往，形成跨文化嘅思維甲藝術形態。甲即馬封閉國立嘅情形真無同。緬甸出產翡翠、虎白、紅寶石甲油木，
澎湃天然资源伫咧展场内也四围拢有当看到，有银做的碗、装饰正水的古兰经的鸭，到金纸的宗教文物。That although it's a developing country, it's actually extremely wealthy. Its resources are just very poorly distributed. So it's been wealthy. It's been a huge empire in the past. But until 1948, it was not the shape that it is today. 19世纪后期，广本王朝结束，缅甸建立英国殖民统治，所以大英博物馆有正丰富的缅甸收藏。这边展出的超过130件的文物，大部分拢是因的收藏，亲像是湿婆神骑公牛的茶雕，也有其他博物馆招来展品，亲像雕工正秀的象牙的椅仔。大英博物馆这场自 Burma 到 Myanmar 的特展，希望会当呈现缅甸互人未记的璀璨的过去，重现历史的全貌。展期是自11月初2到明年的2月。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6度。外岛的温度15度至24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